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去立法院施政报告甲备询，伊讲未来施政的重点就是5大7安，包括诈骗、抢毒、食安甲治安。另外呢，这外界拢正关注供电的问题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讲，若准法令有通过，而且阁有需求，这核三厂就会正做是备用的电源。啊，那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岐川，伊讲用手机啊定位会当分析青鸟行动的个资，这点法务部是表示讲检方等咧侦办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首重5打7安。不遗余力地打击黑金枪赌诈。杜英泰第一摆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，算是未来的重点打击黑金抢赌诈，保障治安、食安、治安等。按过外界关注供电的稳定，经济部长郭志辉3早提出，核三厂可能是 AI 用电爆炸时阵的备源电力。31个强调，若法令通过而且有需要，核三会正做备用电源。如果法令通过，那么在法的框架之内，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它会为我们备用的一个这个电源。政府对人民、对产业有承诺，我们会安全稳定的供电。台湾对世界有承诺，我们现在还是充满着信心的。另外，是毋是无欠电？郭志辉强调，要看新式电厂是毋是应如期完成，会加准备，全面发展再生能源。最近，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岐川讲，透过手机定位分析看青鸟行动群众的年岁，可能质疑是用通讯监控人民。三大电信拢发声明，无交付资料验收，各自的保护。交通部长李明干也出来讲话，讲可能是误会。法务部长陈明谦表示，北检已经侦办当中。王一川也没有，他们也都没有跟中华电信有所接触或是有所委托，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有一些误会，而且在侦查中。杜英泰肯定三大电信的声明，无甲王岐川有过接触，暗过强调，就算是透过其他合法商业行为，也应该在保障合法各自人权的前提之下，落实自我管理。王岐川的案件已经在侦查当中，希望赶紧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